死咗都投到票，中票疑雲沒完沒了。20萬大馬人企出嚟，就係要反政府嘅專制同埋不公義，希望還佢哋一個清廉嘅選舉。落敗嘅反對派民聯領袖安華聲稱佢哋俾執政黨國陣偷去至少30個國會議席。當地傳媒形容，目前選舉制度問題已經轉化成社會問題。的確，今次馬來西亞大選舉舞弊嘅指控，比起上屆08年更加嚴重，有監察組織鬧爆選民名冊混亂。選舉當日有好多來歷不明嘅外勞幽靈選民出現，搞到市民要組成選舉捉鬼隊攔截可疑外勞投票。仲有死咗嘅選民竟然翻生投票。而國陣為咗有利當選，竟然不斷重劃選區，中票舞弊疑雲浪接浪，民間情緒就越嚟越嬲。反對派分析話，相信大馬5年後如果要變天，關鍵仍然係要改變呢個不公嘅選舉制度，否則會係一場硬仗。